嘅慢必接受我哋嘅訪問。咁我哋今次嘅第一條嘅題目就係你對於性傾向歧視條例嘅立法到底係有啲咩見解？我覺得香港係非常之落後咯。講咗好多年，平機會有性別歧視啦，年齡歧視、殘疾歧視，但係性傾向歧視方面咧係一直都好多阻力，大家知道。台灣方面咧就比香港進步好多啦。我知道譬如喺工作上啦可能有啲同性戀嘅朋友會俾僱主或者係同事所歧視，有啲唔公平嘅對待啦。喺成個制度上邊咧，我都見到好多唔公平嘅嘢嘅，即係譬如唔可以你嘅同性伴侶係唔可以得到你公司嘅福利啦。雖然我知道香港咧有啲譬如美資公司咧係可以嘅，即係你填你嘅同性伴侶係邊個，咁佢一樣咧可以攞到你家人嗰啲醫療福利啊。咁但係大部分香港嘅公司都冇呢樣嘢啦。有啲更加慘嘅就係譬如一對同性嘅戀人，佢哋組成家庭，譬如一齊買樓，可能一個就出錢供樓，一個就俾生活費。但係最後咧，如果一個人走咗之後，佢嘅伴侶咧係唔可以即係名正言順得到佢遺產，可能會俾佢嘅俾過咗身嘅人嘅家人咧係攞咗，呢啲都係好冇保障咯。咁一個家庭嘅定義以前就係一男一女，但係當今世代係應該係多元，即係男男女女，佢哋都一樣可以組織成家庭，一樣應該佢哋嘅伴侶可以得到法例嘅保障，同埋就算唔同性傾向嘅人士，佢哋喺工作上啦，喺社會嘅譬如一啲服務嘅得到咧，都應該有公平嘅對待咯。好，咁如果係三個牌，你會試係支持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